你有冇諗過呢？點解你學咗咁多閱讀技巧，中文閱讀都係冇進步？其實個原因好簡單，我覺得有3個。第一個原因係理解問題，中文閱讀你理解唔到文章主旨，你識再多技巧都係用唔着，因為所有嘅長問答都必須要用到段子、主旨去作答。第二個原因係時間問題，1個半鐘頭做晒成份卷，又要理解，又要答題，再要分題型，仲要背埋一啲複雜嘅答題公式。考試嗰陣成個腦一片空白，邊有時間做咁多嘢？所以你識嘅技巧，考試嘅時候通常都用唔到。原因3，有啲嘅閱讀技巧呢，有少少馬後炮。好多時候我哋用答案推翻個答題步驟，單一嘅題目做到，轉個題型又做唔到，個技巧咁有限，其實幫到你幾多呢？講到尾，閱讀卷最重要係化繁為簡。成份閱讀不外乎問你3句問句：作者寫咗乜？作者用咩方法寫？作者想表達咩信息？只要你掌握呢3句問句，你就可以 KO 晒成份閱讀卷。嚟緊7月嘅常規課程，我就係教你利用呢3句問句變成最簡單、最實用嘅閱讀技巧，唔需要背任何答題公式，唔需要去理解啲複雜嘅框架。過去我嘅課程成功幫助好多原本 Level 2嘅同學，閱讀卷至少要到5，甚至乎上升。閱讀卷絕對可以進步，只要你掌握正確嘅做法。我哋課堂見。